但個 game server 入面，你只係佢其中一個情人，唔緊要啦，佢會搵錢答我。我想講咧，其實我覺得咧，即係現實啲咁講啦。咁我而家咪玩嗰啲仔 game 啊，其實我都覺得係某程度上係網絡詐騙嚟噶。佢哋會用佢一個好有錢嘅身份接近你，即係例如啦，我玩呢一個戀與製作人啦。咁周奇洛係大明星啦，李澤言係總裁啦，白起係警官啦，許墨係醫生啦。咁好啦，到玩呢一個未定事件簿啦，陸景和係總裁啦，之後我哋嘅左賢係呢一個律師啦，莫亦係醫生啦，夏燕就係嗰啲國防部嗰啲隊員嗰啲啦，冚唪唥全部都係有錢仔嚟，但係咧呢啲有錢仔咧就響度咧水你課金啦，課金就會有張卡噶。你想同我結婚啊？你課金啦，你俾錢我啦。即係咧佢會用佢嘅外在因素去吸引咧你去中意佢，就會咧其實實質咧就係用佢嘅外在條件咧去吸引你俾錢佢，即係好似另外嘅一個戀與心空嘅雨雨咁啦，佢藝術家嚟，人哋好多錢嘅應該，豪宅咁樣大笑咁樣，個個都勁多錢咁樣。你體驗呢個有錢嘅劇情，實質就係你用緊你啲錢去 run。你想有一個盛大定大嘅婚禮，唔緊要，你課金你有石就得，自己用自己錢體驗有錢嘅感受。你咁講又好似天仙局，你可以去東張告陸景喎。佢呢一開頭你話自己係呢個有錢嘅總裁嚟㗎，佢仲話可以包起我，唔使我做嘢，佢去公司坐就得㗎啦。之後結果呢5年，我係咁俾錢佢，我同佢結埋婚，我都冇收過任何財富，我淨係感受過一啲美好嘅故事。哇！我真心，即係我沉得嚟，我好理智清醒，我知道米哈遊都淨係想要我啲錢。